唔要讲心定，心内面你看，囡仔会当跳甲总欢喜的，代表囡仔伊心内有欢喜无？哦，欢喜。有呢，啊，等等啊，囡仔咧跳啊总欢喜啊，咱大人拢看看油头甲面。啊，到底是囡仔跳得无好，还是咱的心无好？是啥物无好？哈，各位浅浅，我们想一下，再给后厨一个麦克风一下。我们来想一下哦，咱平常时啊，咱咧过生活，咱头拄话讲过年敢有简单？啊，过年的12月31，以国历啦吼，12月31，啊，就12点过，啊开始就时钟讲12个，啊就一般西洋人就话 Happy New Year， 新年快乐，敢是？啊就过去啊。啊，所以嘛人笑讲写一个年，啊，去伫涂骹甲下过，叫做啥？就跨年啊啦，跨过去就跨年啊，啊跨年敢有简单？真简单的啦。啊，毋过现在讲迄个日子无好过，到底无好过是倒咧歹过？话感觉讲时间从咧足变足济，啊话感觉讲时间到过了紧啊慢。你若有行，摕较少我嘛会看你至少会老会知影时间有紧。啊，无摕手机啊，手机啊敢有行？手机啊敢有影片？啊，你像着较头白了了，啊，菩萨讲，哎哟，你头毛比着较白我现啊。我交迄个80岁，讲啊，我这拢黏咯，我无黏啦。啊，差袂差伫倒，老甲会白。大部分的基因会啦，啊，但是会有一寡老袂白，迄就是基因。各位浅显，所以你的基因内面啊，叫做先天。先天有本身你就有快乐的因子，啊，佮有先天本身内面你就有不足的因子。所以哦，咱有时啊看人咧做烦恼的时阵，你心内做侪人讲的，做侪想法。你心目睭看人咧跳，啊，你的心飞倒，你的心跳不悬去。啊，你跳别个去，你的心就看人咧跳，你敢会快乐？你会袂快乐。所以人足奇怪，人的心要安怎会快乐？要咱心有法度看到别人快乐，心就会快乐。你的心必须爱会当是第一件代志，你会当心静落来。啊，咱来学堂就咧学即个功夫哦，毋是甲你讲你来学堂了，你拢无病无痛，你拢袂遇到困难，你拢会人生拢无啥物迄个人会啥，人讲挫折啥拢袂，你拢会一帆风顺。各位浅显，咱来学堂毋是要来学这个。咱来学堂来学啥？学当着境教，当着困难教，当着面对问题当下，你的心会当静落来。啊，佮像咱头拄咧讲跨年安尼，就甲迄个人管看做一个伊尔，就甲下过去。安尼够简单？安尼真简单，但是爱功夫哦。